随着这趟旅程，对峨眉的了解更多了一些。沿着山路，可以闻到茶园飘出的阵阵茶香。不过，还有一种很特别的味道，是我曾经尝过一次，久久不能忘怀的哦。太子，哦，安久无看到啊！安久无看到，安久无喊嘛，甲无过来了。哎呀，蛮乃会去，来到峨眉啊，豆比啊最烦厌迄种美食。哦，我了地位哦，厝头夫放咖啡啦，迄嘛。无错，就会说厝头夫放咖啡。好啊好啊，炒一下的爱人准备。好，哦，炒一下哦。我以前就来过这里，所以这次到峨眉就想要再来一次。没有错，那一股难以忘怀的味道就是醋豆腐，而且这里有另一个招牌就是咖啡，所以旅人们到这一站都要尝试这特别的搭配哟。哇！来，厝头夫来倒找了，这爽款的嘞。是厝头夫放咖啡啊最烦厌的峨眉米汤。对呀，这个是马该口米的，跟盐酥个。盐酥的，你做这落也个种？系呀。你马该种了啊？迄我了都去甲研发了呀。那酸甜的。系啊，那用较角米啊，较唔闷呢改啦。系啊，古时候用就那种中西落乡下了。系啊，放咖啡。放咖啡，你还较咸呢。你个迄嘛个？你还凤蛇的臭豆腐啊，你爽看人家好啊，系啊，蛇味哦。系啊，你还有的人讲唔识破的东西啊，所以用煮的。然后是米。哇，你吃老的味米。哦，你要糯米嘿啊。你还没有猪老面腔哈，还有生日包。哇哦！那头边的厝头夫都会去感受的，很嫩哦，还会咕溜的。会对的啦。懂咱的，刚刚是厝头夫就要放咖啡。系啊，你阿边的米丝是安用型啊。亚洲米汤呢，最爱饭要咩按钮？糯米色的米汤。系啊，最喜欢了，怪不是醋豆腐蹦咖啡，那股臭豆腐独有的气味，配上咖啡，不能忘怀。这样的新吃法，你学会了吗？